国总统拜登佮宣布学生贷款减免计划 ，Trump 嘛发表伊对打贷款的态度，两个人拢是要拼选情。佮有破音客机突袭，这回是因因的整流大落器去互乘客翕到，甲在平安环头降落，无人伤亡。北美洲小看天狗假日，美国15州预计3200万人看会到，甚至带动480亿台票商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花莲的大台东到今已经第7天啊，还阁有6个人失踪。这沙卡党报道就是搜救的重点。即阵透过一块德国游客翕到的画面，发现这地动进前的20多分钟，伫咧5间屋头前500公尺的观景台，就翕到迄对失踪的新加坡夫妻。而且遐附近的居民嘛讲，最近有闻到一寡歹味，可能就是罹难者。另外，伫咧救客中有一个去互救出来高三学生，伊的脚是去互石头跌着伤，送医抢救。不过目前的状况是真无乐观，已经闹死。怪手伫三角党步道开路，地动了后第7天，还有真侪人失联。当气球继续进入，离三角党0.5公里，也就是现有的一个火药位置，愈来愈近。崩塌的地方，在现在要坐路下切到第一个验测尾，剩10公尺左右而已。伫沙卡党0.85公里找到一只鸭仔，目前身份无法度确认。由德国游客向导游反映，地动进前10分钟，迄条失联新加坡红某身影，就伫咧5间厝头前500公尺的大景观平台，差不多沙卡党1公里的所在。他们到5间屋的时候，他们都还有看到他在那里。我是住里面的3间屋。我要养我的鸡，那时候大水管也给我倒，但是人在那不晓得被埋。线索愈来愈多，还有3间厝的居民行入山，表示伫1.8公里的所在闻到真高味，马上向指挥所通报。特殊队找到一天为0.5公里到1.8公里拢是所在范围。从封闭到大水管这一段路，基本上都是完好无损，没有坍方的，所以我们可能会想把搜索热区定在0.5K 封闭的地方。大腿骨折，双脚开放性骨折。搜救继续进行，民众陆续脱困，暗过前几天伫救客洞救出这姓黄的高三学生。伫花莲静兴酒店建构实施，双腿互大石头缀一天一暝，3日后佫出现气气塌掉咧，将叶克膜抢救，加上煞透露情形无乐观，甚至被告知出现脑血状态，也伫社群发文，媒体表示乃是也是兄弟。肺部感染装叶克膜，叶克膜装的时候出现一些异常，所以急救了20分钟，脑部缺氧。所以就导致他现在基本是植物人的状态，这样子躺在医院里面。这强烈地动已经夺走10多条性命，花莲县府找到办罹难者到齐发挥，希望罹难者安息，加上延早自家出悲伤。不过，这场天灾已经造成真侪家庭天伦望翠。记者综合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昨去美国国事访问，伊是先甲总统拜登双边会谈，提升两国的同盟关系。刷落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可仕加入，是在历史上头一场美国、日本、菲律宾的高峰会，目的就是要联手对抗中国。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车北含因太太在飞行机到马里兰州的空军基地，受到真热烈的欢迎。伊暗算车10和拜登进行双边会谈，隔当天到美国国会来发表演说。岸田是伫安倍以后，隔9年搁一摆去日本做国事访问的日本首相。外界有期日美双方会对台湾、东海、南海这区域安全的局勢做討論，嘛伫安全保障尖端技術加強戰略合作。今国際社会が複雑でそして多様な課題を抱える中にあって、また日本をめぐる安全保障環境が厳しさを増す中にあって、日米同盟の重要性、
これは一層高まっていると感じています。颜田在进前接受美国的媒体访问的时阵，捌讲到，一直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的局势，已经甲世界杀向历史的十字路口。日本决定要强化防御能力。在颜田主政之下，日本国防预算逐年增加。分析指出，讲美日双方有可能进一步宣布在国防这领域，达到提升双边关系。And I expect that there will be significant announcements in a number of areas, including in defense. Also, cooperation on space exploration and space security. 除了扩大和美国的合作，颜田11嘛会在华府参加第一摆办的美日菲三方峰会，甲对抗中国的战线对东亚串联到东南亚。さらには、法の支配に基づく自由で開かれた国際秩序を守るということにおいて、この三国の連携は現実において大変重要であると認識をしています。菲律宾和中国最近伫南海是真侪摆拢爆发争端，有美国高级官员讲，拜登会伫即摆峰会对仁爱暗杀4颗雷亚的局势表示关心，嘛强调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会当用伫南海，无排除伫中国攻击菲律宾的时阵会来反击。学者认为讲，美日菲第一摆进行的三方峰会是真明显的向中国放出强烈的警告。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今年底，美国特别总统大选，真有可能搁再对决的现任拜登、前任 Trump 拢四界咧造势，提出政见拼选情。亲像拜登就宣布新的学生贷款减免计划，这内容是包含取消2万美金的利息，而且这派贷款已经超过20年，剩的就唔免搁还啊。目的就是要争取少年仔的选票。也若是 Trump， 伊是注目伫咧摕囡仔权的议题。Trump 是表态反对用全国性的法律禁止摕囡仔，要甲这立法权交予各州家己决定。美国总统拜登10日宣布新的学贷减免计划，和去年和法院动落来的版本无同。新的计划是取消2万美金的学贷利息，派学贷是超过20年的人嘛唔免继续还。整体计划预估会予3000万的美国人受惠，尤其是遐因为无法度纳学贷利息，造成债务一直增加的族群。拜登讲，伊想要借这来提供大家人公平的机会，和找梦想的自由。Even when they have worked hard and pay their student loans, their debt increases, not diminishes. Too many people feel the strain and stress. 美国高等教育的费用是持续一直起，学贷减免是拜登的竞选承诺。去年因为有4300亿这么多学贷减免计划，是予美国最高法院动落来。美国政府只好先针对特定族群来减免学贷，亲像公务员也是低收入的族群，即卖已经取消要1440亿美金的学贷。虽然共和党是批评讲这措施是把财政负担转去纳税的人身躯顶，民主党则认为安尼做会当吸引少年选民，会使讲确定代表共和党来参加2024总统大选的前总统川普，是透过社群影片拒绝支持全国性的拍替禁令，表示讲这拍替法规应该交予各州家己来决定。美国最高法院伫2022年推翻1973年罗斯韦德案拍替合法法的裁决，互拍替权变作这摆选举的重要议题。川普这摆言论是甲打对拍替权上明确的表态。By not endorsing a federal abortion ban, Trump is perhaps trying to appeal to some of those voters in the middle who might think that abortion should be an option for at least some. 不过，川普表态所引起共和党人士的批评，坚定反对摕囡仔的党员认为讲，正因为川普反对摕囡仔甲支持的选民，即摆会使讲规个红洗面。公司新闻张简编译。美国的波音客机又搁突罪啊！这西南航空一只波音737，拿对 Denver 起飞，这引引的整流大就落去，掉伫咧半空中震动海。飞机顶的乘客翕到这段惊险的画面，加在机长紧急翻头，平安降落，无人伤亡。现日顶悬的挂强要翘起来，乘客可能是真惊。美国波音公司佫传出安全的事故，西南航空一只737-800的客机，当地时间17早起7点外，为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出发，要去德州 Houston， 起飞了后无偌久，就发现引擎的挂落落来。Let's go ahead and declare an emergency for Southwest 3695, and we'd like an immediate return. We got a piece of the engine cowling hanging off, apparently.
这只飞行机顶悬载135个乘客，甲大家机组人员，飞行差不多25分钟，就赶紧洗头，返去丹佛机场，甲在无人受伤。西南航空已经安排乘客搭其他的航班，也若出代志的这只飞行机会做检查。波音今年已经发生几件安全的事故。1月份，阿拉斯加航空一只波音737 MAX 9客机发生机舱门落来严重的安全事故。过无偌久，美国联合航空一只波音777的班机，佫发生伫起飞的时阵，起落架顶悬的链落落来意外。类似的事件引发外界对波音公司安全的质疑，高层嘛因为安尼重组。不过波音也未挽回外界信心，佫有飞行机的引擎挂规落来。美国联邦航空总署表示，会针对这个事件来展开调查。公司新闻，邱婉玲朋友。咱台湾时间昨晡暝2点外是北美洲的日时，竟然是有9千万人咧烧看天狗食日。这回当看到天文机警的地区，就是伫咧红线这搭，也若是红线的两边咧，嘛当看到日头起一角的现象。这场机警是专程4分28秒，预计美国是有15州3200万人看得到。而且在全世界嘛有袂少人专工走去北美洲看，竟然是带动480亿台票的相机。有一寡游客就讲，在平常时啊，住一暝是美金90块块的饭店，这阵竟然是起到65，甚至一暝破700块美金的饭店，和台票2万2的饭店嘛有真济。另外，伫咧民宿平台 Airbnb， 伫咧天狗假日这站找住宿的量嘛翻10倍以上。日头豆豆红月影遮条咧，亲像予月娘规个吞去，现场一片的黑暗。即马日头周边开始出现平常时看袂到的红色的一点，甲亲像王冠共款的一边。时间慢慢过去，边仔露出被叫做旋石款的光芒。伫咧看的民众，大家拢发出懊恼的声音。台北天狗食日上长4分18秒，是为2017年以来北美地区真难得看到的天文奇景。天狗食日发生在看无月亮的新月时期，日头和月球正调咧。英国天文学家讲，平均2年发生一摆天狗食日，不过唔是每一个所在拢看得到。You need to be within a very specific region known as the path of totality. Essentially, that is the place where the moon's shadow is passing over the surface of the Earth. 这摆天狗食日路线伫红色区域，南边是位墨西哥翻过于美国15州，北边到加拿大红色路线以外两边所在看到就是一片色。过去被看作是在下象征的天狗食日，伫科学观念普遍的发达的今仔日正做天文奇景，尤其德州顶一摆看到天狗食日已经是过175年，真侪人提前准备到观测地点来占位。You just have to abandon whatever you're doing. The next one's in 20 years. That's going to be in America. So whatever you're doing, I don't care what it is. You've got to make plans to go. Mucha emoción, ganas de abrazar a la familia. Gracias al mundo y al universo. 在天狗食日路线的都市来真侪人，大甲交通全部不满。墨西哥偏远的萨那斯也有民众临时开放客机予游客来住。墨西哥甲美国各地开放客球场，予民众免费入场。伫咧飞行机顶的乘客也提出手机记录看到的天狗食日。附近的加拿大的尼加拉水枪区，团体游客伫咧雨伞外口，各搭亲像日头的衫。这阵人数有309人，创造新的金氏世界纪录。And I can say that the city of Niagara Falls, you are new Guinness World Record. Wow! 有真侪情侣选伫这一天完成终身大事，俄亥俄州崔顿公园就超过20对新人，伫天狗食日发生了一米8完成婚礼。这场世纪天文奇观创造的观光圣诞，初步估算高达60亿的美金。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英国塞文河的入海口，因为月球甲日头的引力作用，加上这地形，这海流浅悬降低一年是超过250届。3月中，当地是出现，互人形容是5星级的大影，就请真侪爱出影的人去冒险。It was amazing, absolutely amazing. I've seen a 4-star before, but never a 5-star. So yeah, it's incredible. 伫咧英格兰西南部塞文河的出海口，12即天河的两边有真侪民众甲媒体。有人是来看，有人是要来翕这正罕见的57级西文大雕。
伫空拍画面会当看到真侪枪型加塞独木舟的人对着大型枪管起嚟，看甲真清楚。And I've seen bigger waves and smaller waves, but I've never had so many waves that if I don't catch that one, that's the end of the whole day. 西门河通往英吉利海峡的出海口地形是喇叭形，也就是本来正宽，慢慢变做愈来愈弯。伫咧地球加太阳的引力作用之下，河水的周期性发生起起落落的海潮现象，一年差不多有250遍到260遍。As they travel up the river, they become shorter and higher, and then they eventually break and create these bores that people like to surf on. 海型冲入去较矮河道时阵，时速差不多10英里到13英里，规模上大的悬度会当到2公尺，拢是发生伫咧春秋两季。大型按照强度甲规模分做5星等级，因若今年即个这场上悬等级的5星大景，而且也是最近5年来第一遍出现。英国是伫1955年设计第一遍有人伫咧西门河的出海口上映，上资料就愈来愈多。2006年有一个查甫人史蒂芬金，以7.6英里的距离，做西门大雕上远的世界冲影纪录。迄当阵伊总共用1.957分钟的时间。同款这种海钓的情形也发生伫咧南美洲亚马逊河的出海口、北美洲的科罗拉多河顶地。因若上有名的，同时影上悬的是中国杭州的渐冻港大雕。公司新闻王慧文编写。穆斯林的在解月结束，刷落就是开斋节。印尼有真侪要回乡，也是要出门游览的人，都甲这港口开甲袂顶袂当。另外，伫咧土耳其的开斋节，有一寡甜long店是专门为糖尿病患者做一寡较无遐甜的点心。另外，嘛有主线组织是做传统的点心，互假傻的民众食。印尼莫拉克海港有数千台车咧排列，但係被起哩渡轮，伫斋戒一个月了后，就是庆祝斋戒结束的开斋节。虽然交通是直通通，毋过全球穆斯林人口数上济印尼，按算差不多2亿个人会伫开斋节出佚佗或者是回乡，比去年出佚佗人数增加差不多是56%。Semalam berangkat dari rumah jam 9 malam, kira-kira udah 13 jam sampai sekarang. Masih terhambat oleh macet yang sangat lama gitu. Tentunya ya semoga cepat-cepat ada solusinya gitu untuk kedepannya. 土耳其的开斋节也叫做糖仔节，家家户户拢会准备点心糖仔招待人去，尤其是传统的古晋米饼需求量真大。为着健康，有的点心店将这传统的糕仔甲饼用鸡糖来代替。Mor baklava rengini mor meyve ve sebzelerden elde edilen antisyonинlerden alıyor.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主权机构也咧为巴勒斯坦人做开斋节的传统点心。以色列过去6个月对哈马斯发动攻击，根据了解，以色列伫初期已经为加沙走廊南部撤出守护部队，包含甘尤尼斯市，暗过伊完了一路的部队。甘尤尼斯市的居民讲，因看到以色列军队离开市中心，向东边地区撤退。埃及也咧准备主办新100个以下协商，来达成停火甲释放人质的协议。不过，伊原无清楚撤军是毋是会延迟，对拉法准备真久的攻击。因为以色列领导人捌讲，为消灭哈马斯，这项行动是一定爱去做。公视新闻新竹报编写。美国商务部宣布补助66亿个美金，互代表2100多亿互台积电。台积电嘛宣布要伫咧美国设第3间工厂。台积电伫咧美国总投资金额已经超过2兆台票。这个消息嘛，互台积电的股票又搁大起，盘中冲到820块，破历史纪录。台积电美国厂传出重大进展，七月台积电甲美国商务部宣布，美国会直接补助台积电66亿个美金。台积电也表态要伫美国起第3座的晶圆厂。主要的原因，那么是在于地缘政治，那么还有先前地震的因素，那么以及在竞争对手的一个布局，这3大因素的一个影响。
为台积电得到美国补助的消息一出来，包含苹果、惠达甲超微这三大台积电客户拢出声支持。可车到开盘估计开关加关，盘中上关820块，最后收跌819去36块，实在超过21条创新高。另外，美国未来建厂计划一厂会伫2025年顶半年生产4奈米晶片，二厂是2奈米，按算2018年开始生产，三厂按算用2奈米或者是更较先进制程技术晶片，按算2030年进行生产。今麦台积电扩大美厂的布局，有科学专家认为，台积电是配合美国对中国制裁，无过扩充中国厂产能。不过，有专家无安尼认为，台积电在美国的投资是符合美国的利益，但是呢，中国大陆目前是成熟制程的市场，成熟制程目前的状况是红海市场，竞争非常激烈，所以台积电当然没有必要去扩增中国大陆的工厂。台积电伫美国亚利桑那厂总资本支出会超过650亿美金，差不多2条新台票，是美国史上规模上大的外国伫美国直接投资的案件。专家认为，美厂未来继续朝向更较先进制程晶片发展，但到因量产时阵，真悬的生产成本会纳入考虑，也面临三星、英特尔竞争的压力，变怎降低生产成本，搁提高利润，是一个真大的挑战。记者综合报道。OpenAI 执行长阿特曼创立的加密货币世界币，只要扫描目睭的屏幕注册，就会当领到价值80块美金，或代表2400块的虚拟币。不过，因为咱每一个人的屏幕拢是独一无二的，就引起隐私的争议，真侪国家拢禁止。不过，这阿根廷的百姓因为生活真歹过，根本就无迄个勇敢，搁去顾隐私，真侪人拢排队要注册领钱。对面头前这个银色的球是目睭放正紧，一直看。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大卖场，真侪民众拢排队做这同款的动作。因并不是因为好奇，这在试用什么新科技，是因为安尼做会当赚到一条和虚拟货币有关系的意外钱。Hay gente que la está pasando muy mal, que un sueldo no le alcanza, digamos, ¿me entiendes? Por eso hacen estas cosas. 开发出开讲机器人 ChatGPT 的 OpenAI 执行长阿特曼，在去年7月推出虚拟货币世界币进程，2020年就开始招全球民众透过目睭人的辨识技术来办所谓护照，或就是要建立普及的加密货币生态体系，实现全球基本收入的理想。但是，在同步已经超过200派的阿根廷，民众较关心的是当免钱摕到25个世界币，目前是价值80美金。Creo que no, la verdad que no, porque al ser un incentivo creo que no pocas personas lo hubieran hecho. 不过用生物特征来证明身份，有可能有隐私漏泄的风险。在全球18已经部署目睭人扫机气球的国家内面，包括肯亚、西班牙、葡萄牙等等，已经宣布停止相关活动。但是业者说讲，目睭人识别的风险无关。Luego elimina la imagen y almacena en un servidor de la Fundación WorldCoin ese código de iris. De esta forma los usuarios preservan su privacidad. 业者估计全球已经有几百万人摕到世界币的所谓身份，不过因为隐私安全的疑虑，研发等等制作5国已经开始对这来调查。公司新闻站会密编译。有一阵科学家甲志工，最近是伫咧西班牙东南部的安达卢西亚地区调查这死蜡绿龟的数量。不过因为这生态地缩小，加上非法的交易，这款龟已经强要断症。12位生物学家甲志工伫咧附近一直找，毋是要找户外一个采卵，是要找这种龟壳顶头有黄黑色斑纹的希腊绿龟，摕这款龟做年度普查。然后找到是用笔伫咧印的八道写编号，放入去篷布袋仔内面，收起伫边的手机顶头绑同款编号的红白色的标签条，因为若检查线爱登记原本的所在。Cuando encontramos a una tortuga, lo que hacemos es, digamos, registrarla para nuestra base de datos y en caso de que ya la tengamos registrada, le sacamos sangre para temas genéticos.
Y además lo que hacemos es un seguimiento de las medidas corporales. Tomamos distintos tipos de medidas que eso nos va a decir, por ejemplo, cómo ha crecido el animal o cómo se encuentra.希腊鹩鸪大只了，差不多有28到35公分，主要分布伫咧南欧、北非加西南亚、西班牙东南部地区，只敢若存数量真少、分布真散的族群。过去15年，因的碳生地减1成，强要绝种。因的天敌是地雕，一个人类对环境的破坏。 Poblaciones muy fragmentadas. Tiene, digamos, una vertiente atlántica, que sería la de la zona de Doñana, Huelva, y luego tiene la vertiente mediterránea, que sería la zona de Almería, Murcia y zona del sur de la Comunidad Valenciana. Y aquí en esta zona de Almería es donde tiene pues, sus mejores poblaciones de la zona del Mediterráneo de Almería. 随详细记录各地鹩鸪族群的状态甲密度，对制定相关的环境甲开发政策正重要。这边因伫咧2点钟内找到24只，一个包括几只牛仔囝，一寡志工是正欢喜，甲因带转去验血，收集因的粪便，伫咧骨壳做记号，几点钟了就甲因放转去。也毋过，这寡希腊鹩鸪是毋是让活到老，也有变数。虽然政府有保护政策，会冻发迄寡非法的交易，也毋过也是有人甲因带转去做听物市。国外更希望当地民众继续报名参加年度普查，协助保存这寡物种，甲因河海共存。伫这嘛，希腊鹩鸪伫咧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的濒危物种红色名单内面，是列伫咧易危的等级。公司新闻施惠中编辑。 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